安利东南片段，娘的嘅爱系珍藏，娘的嘅爱系唔珍藏嘅。有锁，打过一点没注意，有数了，不好子，不好子，注意。每一个生人一共下来，全就梦见也爱嘅爱，老认同。安应相信，无论安变到乜嘅样嘅，也爱为永久爱定安。江若雅，你扑到别人的怀里做什么？你干嘛偷听我们讲话？我根本就听不见。伯母你好，你的宝贝女儿刚刚传了这样的照片给我。张若雅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丢不丢人啊你？我爱他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很抱歉，我跟若雅已经分手半年多了，我该做的、该说的我全都做了。我现在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从现在开始我会封锁若雅的手机号码，就算用其他的号码传这样的照片给我，我也不会出现，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我爱你啊！你不爱我，我爱你。你只是不甘心罢了，因为你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得到。不是，就是。不是。很抱歉，真的很希望你带他去看心理医生。再会。身边啊！张少伟，给我站住！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助理？你告诉我。他说你们不可能，他根本配不上你，他根本不像我这么爱你。你去找布罗小孩。我当时一拿出来他就怕了，他不爱你，他配不上你，你知道吗？张生伟变成这个样子的，若雅，你拿刀子做什么？宝贝，我的宝贝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？妈咪，我不知道，不要，妈咪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嘅風景，有風沒有雨，可能地大地土紅，小款跌落巴西，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。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你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
我爸，好啊，俺就去严父神庙嘅礼仪师。哦，咁兩個竟然叫我細啊俺30歲。 ，31歲，哦，我25， 25歲啊，我人係太後生啦。俺做礼仪師了吼，已經12年了。我都是想哦，用俺清傳統的客家的故事啊，來盼下北公的後事。我看也就冇辦法呢。我阿爸，係這啊，唔知你所講嘅傳統故事係乜嘅啊？咁人們有試過、見過、做過客家傳統的三獻禮冇？三獻禮，聽過，冇做過。不過我做得唱到成長，也做得唱指點一下呀。啊，安尼做唔得啦！我可能咱專業啊，咁較有經驗面對啦。人家啲後生嘅電影乜嘅咯，也種演技啊，你曉得乜嘅咯？太後生，我做乜嘅東西？因为后生本退貨，吃都不發呀。等到你做到禮儀師啊，應本唔退貨就啲啊。迄講係因為又後生又正，哎呦，很做得哦。25歲已經不小啦。做本你魔女公主了啊？宋都爺，佢冇出錯啊？冇啊。唔過佢嘅心情冇乜嘅問題啊。動機痛。本醫生看過，應該會較好啦。嗯。谁放狗？坏笑？怎么可能？好，我打给桂姨，胜哥等下会回公司了。拜拜。你用嘿？说卖笑泄露客户资料给 Johnson， 求太傅很急救，我去请你。把碟出來了，我真係驚我啲咧。點啊嘅啊？冇想係假啦。記住係因為唔想問人我啲，嗰所張片夾咗講我係夾身份朋友啊。我喺個當中嘅門夾咗全冇喺，小陣食飯個大本我就運錢冇少。而我夾身份朋友，臭屁都冇做來水，我真係不該就衰了，哪有注意到？我做的發現就好了。知道冇收費險啊？可唔可以唔夾把刺退咧？刺退咧，應該唔會留東西，總下跌出來啦。我用嘅人錢，唔看冇收留下嘅發現乜嘅意思？乜嘅對不起大家，乜嘅多謝大家嘅照顧，唔會換大家添麻煩，隨便把嘢留嘅，我用幹啥？都会凹一钱嘛，羊毛还不出在羊身上。最讨厌你们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，只会趁家属最难过的时候剥2层皮。令哦，今天 off 的。這班呢？用誒？你嘅專案啊？係冇？根本人啊，咁帥哦！用啥呢？人係搶哦！
韭菜服务船嘛。老板都不离度啊。好吃啊！传统故里，迄唐朝的也是魏晋三国，也哈连好之主唔带出门的，讲乜嘅传统，讲乜嘅故里。拜托，你不要搞砸了，公司最近很不顺哎。也哈公司起唔顺的呀，迄人叫做29,999.99，拜托。也哈公司人数都无乜嘅啦，下我嫌他家迄计算也个9999.99。900，有侦查嘿。你赶快去查3线里的资料，然后把小万带到现场安抚家属，不要在这边跟我说这些以为谋哎。太傅哎，你今后认清楚了，你要个圆满，一些的就不圆满。阿胜，你觉得圆满99990？你不用考虑一下。不用。具体，我宁愿花点时间去了解家属的需要，顺便看一下他们家的经济状况，再估一个让我们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价格。现在家属拿圆满专案的价钱来比价，又不像生前契约一样明细这么清楚，我们一样一样的解释，真的很浪费大家的时间跟力气。会考虑到这样价钱的家属，就表示经济上是有压力的。但现在，他们听完的结果就是，我们变相的加价。很具体。我们卖的是专业的形象跟服务，不需要加入恶性竞争的行列。还有没有？你是我们3处的父母官，如果你脚步乱掉了，我们下面的人也会跟着一团乱的。所以希望你下次做决策前，能够想清楚。周妈老莫说的东西得出来，你在 Facebook 上老太把粉丝里，有妈就讲咩，周妈用网络呢，还有周改嘿，我气死哦！咱无一定看到，卖上打目睭，好个人朋友。刚太家手游打电话去伊个门口，也无事。那个打电话本来做警察的朋友，请你注意下。今年警察局，那我有乜嘅好消息啊？漂亮队讲，好了，外地警察局嘛要找到新失踪人口，同胞。别！有事我冇讲啊！哦，今日孙杨做事啦！我打电话，莫肯啊！家属，哎呀，就来同报告啊，也3线里吼，都是所有的子孙、集团起啊，所有的高商，全部做得到，受益的就做唔得，而连等术后3年，好，还有做显眼批分啊，做好服，而3张也都3年不等，都也下傻逼啊，做得多啊，这才做亲难的。公道讲啦吼，也石头真朴的，有得形式啦，人都还可以在哪里？系啊，好，都是大家这样参详看啊，好，看迄入殓都完善，全部做行传统的故里，也系讲家庭用3片嚟做的。啊，唔通去吃落用的啊？啊，无安尼，等下都子孙不累啊，
甲参详一下，让你决定来。好。做较简单的好无？哦，越简单就越好。哦，等一下。哎，不要急啦，我还在外面啊，还没有消息。啊？干嘛开？上次那个很厉害的庙，我等下传给你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好。有灵有信嘅菩萨，求您保佑我父母小总公事情，唔系伫讲今年之内，险期家转来，拜托，拜托。贵，阿叔妹，还贵哦。阿叔妹老人讲哦，阿叔妹老人拜托，我问好哦，唔啲不乜该梦成看到，我要拜托神明哦，老去过过咧啦。我老人讲啊，佢哦听说我赚了钱意啊，而且冇骗佢好冇？阿叔妹，我唔骗佢啦。我乜搞做唔得冇效哦，我按道写咧，按辛苦才老去好多安排。以前的生意咧哦，唔系冇咧，就系项目够良心。佢做唔得對唔起我乜家嘅祖先哦，佢會改嘅啦，佢係中醫嘅我心愛啊，莫見佢啦。我拜託你哦，我問下哦，做唔得有事情哦，我答應哦，無來拜拜啊，我哦要實在啦，我又不必哦，叫佢。天跟一條花，一條花，記得是行茶，圖案好散發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杜丽亚还有冇消息啊？我真嘅唔免冇诶，佢又去弄做地，老母需要叫出去，同性恋又娘诶，做又去爱，弄做地别。安克啊，真正嘅爱，就係無條件嘅，你做唔得做下本人，就冇去愛，做唔得就冇強，我妹妹強用啊，我愛些時間。看到同學，老媽媽看電視，我就過去切。其實我也差不多。我小時候老師寫作文說要我們寫跟爸媽有關的，我也會氣到吃不下飯。你贏了，你比較可憐，兩個人都不在。很多的啦，我有阿婆給我很多很多的愛啊，還有老師、陌生人給的關心啊。我比較氣的是我媽吧，因為我阿婆走的時候，她並沒有回來送我阿婆最後一程。可是我後來想一想，其實也還好，我媽應該是沒有那個臉回來見我阿婆最後一程吧。人走就走了，反而是活着的人要去思考，为什么自己可以做的这么少。所以活着的时候，有话就要说。有話就要說。目小做題，唔該佢，我幾都唔講，自家係咪強樣啊？
若雅有来找过你，对不对？你的手就是他划伤的。这么严重的事情怎么不说？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要我怎么跟你爸还有田姐儿交代？冇强用，哪强用？讲到若雅，你就佛念念的吵，娘没长久，你哪天到哎，应该让你分数，分哪个数啊？说什么他忘记不了你带给他的快乐，跟你爱讲嘛个，你又爱讲，都乖。哎，你看，咱陪全球讲起，以西系列都不会难啊，错吗？我来已经袂歹啊，我要钱啦。抱歉，你稍等我一下。不是啊，他们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了，你可不可以先去帮忙？我无管遐济，我就是爱看现金，我才会做代志。等一下，来，这边给你啊。对，你这济张，才给我2张，够有够意思啊？先去帮忙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。赖上我唔管哈，人讲你会欠钱哈，你也敢甲我走咯？你要掠半路我讲啊！不会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。哎，去帮忙，谢谢啊！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，我待会打给你，拜拜。干嘛？知不知道麦少在哪里？我也正在找他，你看到他叫他打给我。是不是你逼他给你客户资料的？谁逼他？是他自己要讨好他爸，他才这么做。而且我昨天就跟他讲，邱老大已经知道这一切，我叫他辞职过来跟我一起做，他也不理我。那是不是你叫他帮你，然后说会帮他说服他爸的？哎呀，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了。你知道麦少昨天被他爸打，还被赶出家门，是因为知道他是 gay。他是不是 gay 关我屁事啊？哎呦，那照你这样讲，他爸不接我的电话，公司倒闭，然后我被所有的家属骂到臭头，我还要一个一个安抚他们到外面去，干嘛？我活该啊！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受害者，麦少现在被公司炒鱿鱼，还无家可归，这都是你害的嘞！而且他现在都不接我电话，连她男朋友都找不到他，很有可能真的跑去死嘞！你怎么一点歉意都没有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，江乐胜？你有没有按摩田龙啊？喂，是啊，搞定，没有问题。哎呀，没有问题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处理好。哎，放心。不是，已经你死司机咧，但係有人堅持將來的傳上課，繼續唱叫每個運動家啥？我說還係有人，你唔知吧？我嘛嘅天嘅生年，我聽萬年香，天嘅生年我聽萬年香。運動到南面人來講，係幸福；對叫唔出嚟嘅什麼人來講，係自家冇能力。喊等人講哦，我說阿你聽出動態，喊等你叫消滅，我頭髮真經對佢拖太快咧，媽本好，你家家轉來啊，那會對你較好條誒，家家轉來。跳進，轉來了。你走去哪呀？你还没洗你呢，你干嘛该发？係死人啊！唔跟迄前嘅男朋友，唔肯唱 K 卡，唔跟去公司，唔跟家天发。那天戏都唔干。你讲嘛个啦？
真劲啊！还跳六降高，国术文降通，跳水降这，小太又降大飞李天的生意，对呀小又降啥事成贵，还冇该做降，真劲懂冇用。好傻啊！拿刀，拿面，生给票，叫人面对张勇敢，有事情他敢和他兄办法吗？是不敢是啊！喂，哎，江城啊，对，上次跟你提过的江城啊，不知道我们有？喂，哎，你好，麦登森林，我是资深的礼仪专员。哎，你好，哎，麦登森林，哦，哎，帮个忙。如风一条龙，怎么改啊？这个叫啊，你话嘿？目标转来，懂好啊？无事就好。圣比，你等多久啊呢？伯母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阿胜，谢谢你今天陪我们一起过来，还好你在。应该的。虽然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但还是希望他好好的。你也听到医生说的，他现在尽量先不要受到刺激，所以如果他再来找你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的直接，先帮帮他一下？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阿胜啊，我那3场告别式我已经打了很多通电话，我真的找不到人来做，现在只剩你可以帮我。你干嘛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因为我已经30几岁了，我要赚钱。
你觉得我要像那些20几岁的人一样，这样慢慢爬，慢慢爬，要爬到什么时候？那走捷径有比较快吗？我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前妻，我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要养。我的父母、哥哥、姐姐全部都在矽谷工作，他们唯一的乐趣呢，就是嘲笑我，说我没有用，看不起我。我不能让他们看不起。那你钱赚的比较多，他们就会看得起你吗？起码我可以看得起我自己，起码我可以用钱堵住他们的嘴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比较好睡，有比较开心一点吗？你现在是不是要逼我哭出来，你才愿意帮我？如果是这样，我现在就哭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好啊，你哭啊，我想看。因为我最近才发现，有时候男人哭也是一种发现跟治疗。男人哭是什么狗屁治疗啊！我这阵子只有体验到，越是想被人看得起，就越是会被别人糟蹋。不要讲那么多了，一句话，帮不帮？你拜托别人的时候，口气可以再差一点。告别式的人力我会替你想办法，但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成，我不知道。有任何消息打电话给你。江仔，问题不在于别人对你的评价，不管是你的前妻还是你的爸妈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价值。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要告诉你女儿，你是个什么样的父亲？对自己负责。因为我不能结婚生小孩，所以我以为，如果让我爸高兴一点，他会比较能接受我是 gay， 所以江正说还也没有客源的时候，我才替公司造成那么大的麻烦，罪该万死。还好你没死，你要是死了呢，我就把你化成猪出殡。你再给我犯错，我就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很做的李罗亚，唔上嘿，上董上，不过你不介意我是 gay 吗？我干嘛介意你是 gay 呀？你要把 GAY 3个字贴在额头上啊！记2个过，再犯你就滚。老大，我最爱你了。会啦！爱我，请排队。想想你父母亲的事吧。老大，我希望你不要对Johnson赶尽杀绝啊。
他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。一个有气度的人，即使曾经被人家弄过，但也不用在别人受伤的时候，跟着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吧。他在背后这样搞我们，我不过打个电话给公司，相关的派遣跟厂商不要跟他合作，这叫没气度，这叫赶尽杀绝。是啊。我要是没气度，我还站在这里听你把话讲完。现在是怎样啊？刚刚万哥、陈明、小万又来跟我说一次圆满，圆个屁满啊！现在是怎样？下属每个人急着捅我一刀就是了。你不要这么气嘛，忠言逆耳。怎样叫有气度？你说啊。我希望 Johnson 这3场告别式，公司能够帮忙吃下来。钱怎么算？如果照公司的成本考量，一定撩钱的。所以我个人建议，我来帮忙调度人力跟资源，实报实销，花多少算多少。哼，做功德啊！这怎么会是做功德呢？你想看看，如果江省这3场告别式搞砸了，大家对礼仪师的形象会变差的。更何况，他现在挂的是前元福资深礼仪师的抬头。资深个屁呀！他敢再惹我，我就去检举他。他根本就没有礼仪师的执照，敢拿着名片到外面招摇撞骗。但其他家属不知道啊。如果他把他自己的名声给搞砸了，大家还会以为他是一个前元福资深礼仪师。我没气度，我不会帮他收烂摊子的。你做的事情跟我没屁关系。谢谢。罗小恩，你躲在那边干什么？给我站出来！我跟你讲，你开始要准备以及技术式的考试，但是我希望你先通过公司内部的评鉴，然后再修20个专业学分。你盯着他。老大，他才来。外天数。不是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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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审完了哦，用一边了哦。嘿娜，你都有偏专业，不用欺负嘞，听的哦。你枪上欺负你听。你讲什了？哎呦！都带伫个欠嘛该啊，按叫防疫动态哦。Johnson 按电你闹，你做马老给谈数，莫少本期好一多含拉眼毛的。莫少嘅事情，唔凭良心讲，佢自家唔是负责的。莫少唔敢承认自家嘅同性恋係含有法國，因為喺個傳統嘅富卡地度係做得利益嘅。唔過看得出來，佢陰森，唔敢去面對富卡嘅人，佢就唔做咯，也不管用。事情變嘅，我清楚係一個轉機。俺知道有系列难。这种事情，在任何家庭都很难的啦。也许爸妈嘴上说好啊，接受啊，但我相信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但我还是很讨厌教授，懒惰强，贪婪心，就坏，自私自利，贱。
都晓会，有缘报的。就是你没按快啊，被变都按钮，听说又该演一个。哦，没关系，无爱拿的天数，我就即刻打电话，即刻 check， 即刻做，我升官了，没关系啦。哇，多可爱啊！没有，按钮这样可以装可爱。装可爱。你来上班喽。对啊。罗小姐，干嘛？春天跟一条发，一条发，去了四行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罗小姐，干嘛？你放心啦，我不会再做傻事了，真的，我发誓。我来啊，是想要问你，因为你现在跟盛比走得最近。如果我做点改变，你觉得盛比会回到我身边吗？你之前不是叫我改变自己吗？对啦，那改变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开心。盛哥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知道我真的很想为他改变呢，你给我一点意见好不好？你自己觉得呢？你给我意见啊！找工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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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错哎。导演，在做嘛？来偷脸。什么叫偷脸？哎，你搞得好啊！运动呢，可以让我的生活压力小一点了。呀，我当你莫做一下，叫我扭扭用呀。干嘛？这么早就休息？来，再陪我跑一下，快点！快点啊！邱胜比，他魔女公主落进来。基金会做嘛？他说，他想要改变自己，好回到你身边。他问我要怎么改，我建议他找个工作。我跟他不可能啊。我知道佢同你谈，做代表当全心付出，
变自己。你应该要珍惜。跑跑步，流流汗，疏解压力。我今日唔能错，就是要代表你做事，你袂惊，安差无？蓋好咧，蓋好咧，蓋好咧！不准你入嚟門！我要帶佢去廟後拜託菩薩，然後佢發覺蓋好咧啦。有這種事情，你就拿出去老闆講下。唔係有彩條啊，那個結婚公子再給我倒轉來。你做乜按樣咯？因老來百姓會較歡喜嘿。你可以拿色呀色唔好，色呀色唔落，硬身體啊。上來，你係欠啊，也欠也來咯。哎媽個阿坤，係前世無修，做乜個拍點的事情，怎麼講出來說不好字？係我唔錯，係我冇殺死人哋教好，係我唔錯，係我唔錯，我係唔錯啊，我冇殺死人哋教好。媽，我忍你好唔好？兄弟都唔錯，唔會怪人哋，兄弟都唔錯啦。係我唔錯啦。因你倆生意，全就伫個錢，嘛伫個愛，留生命，上下無體咧，爭啲去甲真心愛的係嘛嘅，因你話到愛就係犧牲、奉獻，愛好等。摒棄一世的自我，愛好等自家成長，本天公你好好繼續。咪你怎麼啦？我要給你看今天在學校畫的爹地，老師說很棒，一直上班的爹地。咪你好棒哦！那你除了爹地以外，你還有畫什麼？爹地很開心，他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很開心。但是有一隻兔子再過來陪他一起跑，要賽跑了。你好棒哦！你真的好棒哦！那你要答應爹地，乖乖的聽話好嗎？好。繼續。那姓蘇某張，哎，老江省，張省，那可能準。睇下好，弟你會跟走嗎？不會啊。哎，這不是我媽，這不是我媽，是不是搞錯了？搞錯了。